新营大华庙啦，大华庙济安宫供送大天顺寿玉皇宫回家的仪式。哦，今仔农历讲10月15阴暗11点外。11点外，哦，今仔月亮是特别圆哦。哦，气候气，哦，电视有播的。啊，11点以后就算16啊啦。哦，啊新年吼，新年里这个集水溪岸边啊，遮供送玉皇宫了后呢，柳爷就去接玉皇宫柳爷大天哦接玉皇宫，感恩。啊，听老辈咧讲，逐工玉皇宫拢会转来新年。是，伊大天顺寿每一档拢会来到新年。啊，请问今年讲年轻罗富先生，范富先生，搁是讲有三位。嘿啊，罗富先生。罗子桓。哦，对，朱福。逐档拢这三位来，较是罗千岁范，朱千岁，好。罗子桓啊。罗子桓他们就去。哦，是啊，咱这会讲顶，这会顶着路头的，这会顶着路头的。